大家好，我哋係 YAS， 係一間嚟自台灣嘅鞋類清潔護理公司。咁喺2016年成立，全台灣我哋已經開設咗超過40間嘅門市。2023年，我哋公司都選擇咗香港作為我哋拓展海外市場嘅第一步，咁開設咗首間嘅香港門市。我哋創辦人最初都係由一支自家研發嘅洗鞋清潔液起步啦，到而家咧都推出咗一系列嘅鞋類清潔產品㗎啦。咁除咗話各式各樣嘅產品之外啦，我哋重點都係我哋門市已經提供專業嘅鞋類清潔服務，為每個客人都提供全方位嘅鞋類清潔護理。而家除咗可以親臨門市，我哋都仲提供埋上門嘅收送服務，希望可以更加方便到每一位客人。咁喺香港開鋪嘅挑戰最緊要嘅就係選址啦，所以咧第一間鋪我哋就揀咗喺觀塘。觀塘作為香港人口密度最高嘅地方，好多公司辦公室都會選址喺觀塘㗎，咁絕對係幫到我哋喺香港第一間門店做到好好嘅宣傳效果。咁另外啦，為咗方便到其他唔喺觀塘住同埋返工嘅客人，我哋都提供咗上門收貨服務㗎，咁等大家咧唔使出門口都可以用到我哋嘅服務。另外，我哋都有加急48小時嘅取件增值服務。咁要用到呢個服務咧，唔單止係要需要我哋高品質、高效率嘅清潔護理，仲需要非常快捷又可靠嘅物流團隊。所以我哋選擇咗順豐作為我哋嘅物流拍檔。目前我哋喺香港暫時只有一間門店，但係客戶群已經遍佈港九新界㗎啦。最緊要嘅原因係因為我哋同順豐合作。順豐咧喺全港有超過1000個自助櫃，可以話遍佈香港每一個角落。客戶咧只需要拎住 QR code 去到附近嘅自助櫃掃一掃，然後咧將需要清潔嘅鞋放入去，順豐同事就會將大家心愛嘅鞋送到我哋門市進行清潔同埋保養，全程方便又快捷。順豐除咗提供呢個快捷嘅物流方案之外，佢哋仲提供多元化嘅推廣渠道，包括線上同線下。去推廣我哋嘅服務同埋接觸更多嘅客人。喺不久嘅將來，我哋期待同順豐可以繼續探索更多嘅合作。